喺較早之前咧，我就喺 YouTube 睇到一個新嘅保安員就拍條片，咁咧聽佢口氣咧就應該就啱啱大陸學，但係咧冇幾耐，廣東話咧都仲未係講得咁正。咁咧佢就拍片咧就喺個空着崗位度一路拍片，一路就跳下舞啊，話做保安係一個好簡單嘅工作。咁我想同大家講咧，保安表面上好似好簡單，幫佢開開門啊，諸如此類就好似好簡單。但係咧，當有事發生咧，保安係一個好專門嘅工作。例如爆水後點樣處理咧？橫啲又點樣處理咧？如果呢一般普通人未學過呢啲基本知識，你都未必一定識得處理。所以保安係咪一份好簡單工作，就睇你點樣做，點樣對待呢份工作。你可以話好簡單，亦都可以話好複雜，因為你每一日應付啲唔同客、唔同人，有唔同要求，有唔同嘅訴求，所以咧唔可以一本書睇到老嘅。所以就話保安做得好咧，最主要就睇你嘅心態同埋你對保安呢行有幾多認識，所以唔話易做定難做。不過咧，有時都會比較受氣啲。如果你一脾氣唔好嘅，容易發脾氣嘅，唔夠冷靜嘅，呢樣嘢咧，你就唔係咁適合做保安咧。好啦，咁歡迎大家喺呢個頻道覺得呢個啱嘅，可以分享俾大家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